嗱，呢個經節在呢個以賽亞書51第4節按用英講到上帝嘅話，注意那個像隆重民族，聽那個話隆重信徒，隆重人類，聽那個話，注意那個像，因為那個話交出好嘅，那個法律交出。本意公路行，嗱，即係用呢啲嘅嚟聽上帝嘅話，嚟就上帝嘅法律，因為嘅法律，大家嘅話交出本啲嘅公路。詩篇記829:805按用英講到，上帝嘅話都係一個腳蹼嘅燈，一個嘅路途嘅光，嗱，一個世間你喺度思想一個。入邊條路嚟行，唔知搭邊條路嚟過，因為到世間每一個標點，睇上帝嘅路，一定要標點嘅路，因為到上帝嘅路，佢發講出，佢嘅話語都係一個腳蹼嘅燈，佢嘅話語都係一個嘅路途嘅光，有燈有光，一定一個唔會行到暗路，一個世間你喺度思想會行到暗路，暗路意思咪啦，我唔是解釋出。各人都啲人不願行我暗路，但係而家聽上帝嘅路、真理路、一個法律嘅路，設計熱天要公路，公路熱天但係設計係特性嘅路，大家善利嘅路，大家得福嘅路，唔係大家同路。聽上帝嘅路，熱天設計得福嘅路。阿門。